时候啊，朕的确是胆小得很。姑母，陛下这儿的茶果然好喝，时至隆冬，竟然有春茶可品。姑母若是喜欢，朕便派人多送些到您府上。甜茶，是不是想把姑母用茶给灌饱了，不必留膳的意思啊？擅闯攻击者，杀无赦！石大人，是班郡主。郡主，止步！郡主，让开！你没事吧？谁敢挡我，我便杀谁！原来是你！我再说一遍，你给我让开！住手！陈伯，你也是来阻拦我的不成？花花，容我之后再向你解释，现在没有时间了，快跟我走。郡主，请随我离开进宫。花花，再相信我一次。快上来，再不进去就来不及了。我还能再相信你吗？我心飞时，我定会将你带到大长公主身边。石统领，咱们追吗？不必了。快来人呐！抓刺客！宫中有令，咱家奉命驻守在此，非是不给承安伯面子，而是皇命在身。还请二位在此稍候，小人前去禀报。若圣上宣召，自然是。容某身无皇令，可今日必须要进宫，还请诸位让路，一切罪责全由容某一人承担。